大家好，今日教大家點樣喺唔做商業登記嘅情況下，將自己嘅個人轉數快收款碼對接上個人網站。我而家先俾大家示範下對接成功之後嘅效果。睇下，無論係客人掃碼付款，定係款項到賬嘅提醒，整個流程都好順暢，好方便，係咪好犀利？跟住落嚟我就一步一步帶大家去搭建。首先準備好一部多餘嘅 Android 手機，一部 server， 或者可以喺自己電腦安裝 VMware 虛擬機當 server 都冇問題。然後喺上面安裝寶塔面板。我原本係打算安裝 PHP 8.2嘅，但係我部伺服器唔夠好，安裝唔到，所以就用咗 PHP 8.1嚟代替。不過我建議大家最好都係揀 PHP 8.2，好似買衫都中意買最新款咁。PHP 8.2喺性能同兼容性方面都更加好，可以令到我哋對接嘅過程更加順暢。大家跟住我之後嘅步驟一步一步嚟做，就可以成功喺個人網站對接 ZA Bank 轉數快。跟住落嚟我哋可以將手機一恢復原廠設定，然後安裝 ZA Bank App，同埋安裝壓縮檔入面嘅通知轉發器，打開轉發器，將網站用戶中心右手邊嘅資料複製晒落嚟，填晒入去，跟住我一步一步做。
而家我哋測試一下。轉數快啲，係我哋自己嘅冇錯。對接自己網站嘅文檔，點擊首頁官方文檔就可以睇到。